雙子會終於合體啦！繼崇光喺舊年開幕之後咧，三度亦都 soft launch 啦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其實今日咧要帶你參觀呢個雙子會嘅第二期三度啦。咁我呢個三度咧，其實12月仲正式開嘅，咁而家係 soft launch 㗎。咁但係咧已經開咗部分嘅鋪頭，而家帶你入去參觀下先。Let's go！開嘅鋪頭咧就唔算太多。已經有小米嘅專門店進駐咗啦。小米嘅智能車。依間 NSB 咧做埋 cafe 嗰橛嘅，仲有開幕優惠啊，買一送一。哇！好大撳 lift 掣啊！開咗1、2、6、7樓，呢啲咧就俾你讀書啦。日式嘅書店。做 lifestyle 咁，所以除咗書同埋精品之外咧，包包都有啊，飾品又有，醬料都有。依家可以係話日本嘅 lifestyle 店，日本嘅誠品。喺日本店出邊咧有排座位嘅，相信呢度咧遲啲會搞活動，譬如有啲簽名會啊、發佈會啊，啲人就會喺呢度辦呢啲活動。睇到我咧仲有啲小點喎，一包賣，不過個價錢咧都幾揦脷。暫時開嘅樓層咧就係 B1 Fresh Mart， 跟住 G 樓、1樓、2樓、7樓都有，但係6樓都開咗，但未有鋪頭嘅。不一樣的超市就入去睇下有咩不一樣啦。呢層咧就有食肆啦，有餅店啦，同埋超市嘅。咁啊，食肆部分咧就未開嘅。而家開咗啲少少嘅麵包店。咁超市開咗啦，而家入去咧睇下超市係點樣樣啦。呢個就係佢賣 snack 零食部分嗰邊啦。咁你主要咧就係嚟自日本同埋韓國嘅零食。隔離呢邊咧仲有零食喎，呢邊咧就主打台灣嘅零食啦。哇！驚喜啊！呢個係喺日本限定嘅 New York Perfect Cheese Slow Go Cheese Slow White Cheese， 喺日本咧就排個幾鐘頭至買到，原來香港有得賣㗎啦。而家買咧仲有9折添。喺日本嘅水果先照價仲有9折。9折。超市咧就得色啲，就冇想中咁大。呢度啲麵食咧就啲有平有貴啦。呢啲通常出邊買緊20幾蚊，要19個9啦。咁但係呢啲咧出前一丁咧，周街都有日版出前一丁，都係平均20幾至30幾。但係呢度咧賣40幾，呢啲佢係幾貴。開幕優惠
Golf Lawn 至到1月6號，咁你做會員就送呢條頸繩。開幕優惠買咁咧，啱啱超市咧買8蚊嗰年，因為如果我3萬一幅台咧有啲咩都睇先，有呢個水膽，有個地氈拖，有個杯麵，人稱就係8蚊嘅包，仲有支即人咖啡。啱啱行呢個3度啦，咁而家3度入邊咧開咗地下，B1 就係呢個超市嚟嘅，咁啊超市有 Big 3D，咁就主要係集中係台灣、日本韓國嘅食品，咁就仲有就1樓、2樓同埋呢個7樓嘅，7樓咧就係一個民生嘅地區，咁又有書店啊、日式書店咁樣樣。咁雖然暫時冇咁多嘢行，但係咧其實3度我都見到係好高嘅，相信開埋其他樓市咧應該幾有吸引力，尤其是重點就係12月Gundam Base 正式開幕，相信嗰時就係3度正式開幕嘅日子啦。咁啊，到時再嚟拍片帶大家參觀下，下段片再見，拜拜。